內地 AI 營銷服務商心演智能5月18號至21號招股，計劃發行906.8萬股 H 股，10%於香港作公開發售，招股價介乎43個半至55個半，集資最多5億。心演智能每手100股，一手入場費約5606，預期將於5月27號買賣。工銀國際為獨家保薦人。心演智能通過專有 AI 應用產品，運用 AI 技術為企業提供智能營銷服務，係中國最早將 AI 技術應用於企業營銷同銷售數字化轉型嘅企業之一。其核心產品矩陣有 AlphaDesk 係智能廣告投放平台，主要功能為實時競價、廣告投放優化、跨平台執行。AlphaData 係智能數據管理平台，主要功能為客戶數據整合、AI 預測、自動化營銷。Deep Agents 係企業 AI 智能體系統，主要功能為分析、內容生成、自動化任務執行。其中 AlphaDesk 及 AlphaData 均由自主研發，唔依賴第三方開源 AI 模型。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擁有44項授權、發明專利及157項註冊軟件著作權。根據招股文件，公司收入從2023年嘅6.1億人民幣下降至2024年嘅5.38億，跌幅達12%，主要受到宏觀經濟不景氣嘅影響。到咗2025年，收入反彈至5.77億，按年增長7.2%，主要受惠於互聯網服務行業客戶廣告預算增加，以及境外客戶於2024年推遲嘅預算得以釋放。毛利從2023年嘅1.9億下降至2024年嘅1.47億，跌幅達23%。2025年輕微回升至1.47億。毛利率方面呈現持續下降趨勢，由2023年嘅31.2%降至2024年嘅27.3%，再進一步降至2025年嘅25.5%。毛利率下降嘅主要原因有兩個：第一，毛利率較低嘅互聯網服務行業客戶收入佔比不斷提升，呢類客戶通常設有更嚴格嘅關鍵績效指標考核要求，導致媒體資源採購成本上升。第二，境外客戶收入貢獻出現波動，而境外客戶嘅毛利率普遍高於中國大陸客戶。值得注意嘅係，2025年淨利潤嘅下滑，主要係由於公司就全球發售產生咗一次性上市開支1570萬。若撇除呢一項開支，經調整淨利潤喺2025年為2490萬，高於2024年嘅2150萬，顯示核心業務盈利能力有所改善。公司嘅收入主要嚟自兩條業務線，智能廣告投放服務係核心收入來源，2023年貢獻收入4.92億，2024年降至4.6億，2025年回升至5.07億，佔總收入比例由80.5%提升至87.9%。智能數據管理業務則呈現持續收縮，收入從2023年嘅1.19億下降至2024年嘅7810萬，再進一步降至2025年嘅6970萬，主要由於傳統汽車行業客戶喺行業低迷下收緊預算。客戶類型方面，主要為大中型企業，包括廣告主、廣告代理商、數字化轉型企業。終端客戶分佈於電子商務、快速消費品、汽車、零售、美妝、航旅餐飲等行業，服務約468家終端客戶，包括69家財富世界500強企業。公司打算將所得款項用於以下用途：50%將用於持續研發針對營銷及銷售嘅 AI 應用產品，20%將用於拓展銷售網絡，以進一步拓展客戶群，20%將用於選擇性咁進行戰略收購，以加強針對營銷及銷售嘅 AI 應用產品，10%將用於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